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10月初1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菲律宾将发生规模6.9的大地震，伤亡已经有31个人死亡，而且地震尾已经超过300解。为今仔日开始，全国拢会当开始做公费流感疫苗，政府呼吁高风险的族群就要赶紧去做。 宜兰出现头一个天狗热，卫生局赶紧消毒。另外，伫咧桃园嘛出现那像是社区群聚案例。花莲做大水，这中央前进协调所宣布，甲光复乡的7个庄头调整做责任区，要加强救灾，希望会当伫咧中秋进前完成摒扫的工作。也目前这房山湖犹原是红色警戒，无人机嘛继续咧监控。 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开始做的第一天，花莲光复乡是全民拢做的方式，包含光复乡全体居民，也扩大踏入支援在前的工作人员、国军官兵，也有志工。卫福部表示会看做的状况，另外报补疫苗。不过有民众表示，部分地区交通不方便，希望透过巡回医疗，让民众会用伫较近的所在来做疫苗。听说就是灾区有人就是感冒，所以我想说先预防，然后以免影响到确诊。然后刚刚我在打疫苗的时候，也看到很多外地来的志工，包含台北啊，还有一些远从南部来的，对，真的深深的感受到全台湾人民的热心以及爱心。 中央地方继续了救灾，行政院政委李连成论任花莲中央前进协调所总协调官，第一摆主持记者会，表示赶紧救灾下步，将光复乡7个村落为分责任区，交由国军指挥官调度指挥，要拼中秋节进前完成灾民客家道路清理。环境部跟县府的环保局共同协力，然后希望道路的清空，这是我们的目标之一。 那第二个部分，晚上的工作由军方接手，也就是说，我们24小时连续不断的将道路的淤泥跟垃圾完全的清除。今天早上7点已经完成，用无人机在堰塞湖的上空去观测坝体的一个状况。那初判目前坝体跟水流没有异状。 花莲马太安溪房山湖维持红色警戒，空勤总队直升机按算设置背溪湖区装水位嘅监控。另外，比较海洋警报发布房山湖警报，若集水区有明显落雨，或者是发生地震，会发布细胞广播。另外，花莲县消防局国军特战海巡人员分侦支队继续敲吹。目前伤亡有18人死亡，6人失去联络，130人受伤。记者综合报道。 花莲县府宣布，为拜5开始，这每一户的灾民会当摕证件来领5万块现金的补助。不过，就有部分的民众，因的证件早就已经互水抢走啊，就要到户政机关去重新办理。因高压水情持续在摒扫，光复乡灾后第9天，相关的复原工作拢在继续进行。不过，最下灾民即马佫拄着问题。工厂里面啊，都淹得很满的啊，所以什么身份证、存折都没有了，都没有了，都丢了啦。因为那个一下子水淹了2米，那你说证件来讲，什么都没有拿出来，有些都没有拿出来。花莲县政府公告讲，已经发放中央敬老金，提取符合资格的时段，会当去查询钱敢有入口处。不过部分灾民甲金铺和健保卡这寡证件，早就叫大水流去啊。 灾民经过多天的清扫，住家变得相对干净，但不少人的重要证件都在洪水中流失。对于花莲县府即将发放的灾民慰问金，实际怎么进行，是否需要证件申请，都引发关注。根据户政机关统计，受理灾民免费补办乡证、户口成本、户口簿这证件，到3月为止已经有319件。不过，真侪受灾户讲，即马无心情去办理，爱先摒出来再讲。 将来在做相关的一个灾害补助申请的时候，应该也会用到这些所谓的身份证明文件。所以在此呼吁，就是说，如果民众加严整理的一段落之后，如果他现在有空，可以到就近的户政事务所。10月3号现金发放1天之后，10月4号开始，我们要在光丰农会的广场持续发放。 1个月，很简单的原因是有非常多的乡亲，他的存款簿、提款卡印章其实都不见了。
县政府讨论了后，决定要改发的现金。拜五头一天，江湖乡下午8个9点会当领现金，不过无证件的灾民要安怎去确认身份，是毋是发放会出状况？后续搁爱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江湖乡的灾情严重，有真侪人厝内的电器拢已经被水浸害去啊！国内到25间电器的厂商联合关价值超过1500万的电器，嘛提供免费到厝检修服务，希望会当减轻灾民的压力。帮助疫流成灾，造成花莲江湖乡灾情严重，民家厝内拢是落古煤，职工帮忙清理加速重建。考虑灾民厝内的电器浸水害去，国内25间电器大厂，这个时阵春手同齐关井、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等大细项的电器。所有台湾电器业者马上做一个维修、免费维修检测的动作。那我们也希望说，因为这个灾民。说实在，最重要就是要尽快的重建家园，让他们及早恢复生活。提供今年10月底前受灾户冷气、空调产品免费检查服务，包含机体检测、冷气管线与运转状况检测。电器业者一摆联合关井超过1500件，总计超过1500万的家电，也提供家电免费到户检修的服务，希望减轻灾民的压力。透过这种的方式公司协力来让这个所有的物资跟这个爱心，然后非常有迅速的来发到各个所需要的民众的一个地方。经济部希望透过公司合作，协助灾区重建。业者强调，会透过各品牌伫当区的服务站做免费检修，加换零件的维修服务，帮助灾民量早恢复正常的生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针对美国提出晶片生产要对半分的这个议题，咱的行政院副院长陈立军是强调，绝对袂接受这款的条件。强调伊带团到美国去协商的目的真清楚，就是想要争取关税降低，莫阁贴起哩。美国对顶关税，台湾谈判团队继续争取更较好的条件。也毋过最近，美国弹出议题晶片55分。同一个时间，行政院副院长陈立军顶礼拜去美国进行第5轮实体协商，10月7日透早回来是正式回应，强调袂接受。我想这是美方的想法我方谈判团队从未做出晶片55分的承诺请大家放心。那这一次我们也没有讨论这一项的议题那我们也不会答应这样的条件。陈立军表示，台美双方对供应链合作也在继续协商。另外，23条款调查这项项目也继续增加，所以台湾团队希望针对各项优惠待遇做更加完整的讨论。另外，也表示，这座目标就是要争取调降对等关税税率加关税补贴价。我们取得在对等关税及232条款相关关税优惠待遇以及供应链合作上有完整的共识之后我们就会进入总结会议来达成台美的贸易协议。外界期待政府会当争取对产业有利的结果。过赶紧公布，不过2024年台湾对美国顺差达到639亿美金。即马若无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或者形容是进退两难。就是如果我们跟美国谈得不好，那我们对等关税还有232条款的半导体关税还是偏高的话，那这个对我们台湾的出口一定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我们是接受也不是，不接受也不是。如果你不接受的话，搞不好除了关税的问题之外，它还有其他的手段。10月7日，台股开盘26078点，开红起270点，捌达到上悬26325点。台积电也开悬1325块，上悬达到1350块。市场对消息面的影响继续观望中。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的农业部长9月带团到美国，讲未来4年要扩大买100亿美金的美国农产品。因那顶个月底是换美国的农业部处长带团访台，跟咱的赖总统见面了后，决定要开放台湾的往来，会当卖去美国。坐伫奥多巴顶，油门甲吹落，美国农业部处长林德伯桥访问台湾，好要促进台湾美国农业贸易的关系。
因为台湾差不多有96%的能源是靠进口，比例真悬。林德北局嘛大力推广生质酒精，伫交通减碳的应用，包括酒精汽油、甲永续航空的燃料。Not only the sustainability goals that Taiwan has, but also can help reduce the price at the pump for Taiwanese consumers. And that's what I experience every day in the United States. I put ethanol in my car blended with gasoline, and it works great. 第礼拜，台湾农业部长带团访问台湾了后，美国嘛讲，即届来因是真有诚意，而且甲热清朝见面的时阵，宣布台湾的往来会当销去美国。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has committed to taking the next step to allowing Taiwanese pineapple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I've personally had Taiwanese pineapple on this visit, and I had it last year when I was in Taiwan as well. It's a wonderful product. It's very sweet and delicious, and we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when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eat that in the United States. 此次率团来访，不仅仅是台湾与美国在农业贸易跨越公司部门的互利共荣。更象征了双方深化战略经贸伙伴关系的脚步。台湾目前较实行的金船往来、甲山野往来等等，主要往来的品系，拢有符合美国基本的要求。毋过，详细检疫的规定要听候美国意告。目前当伫台美关税谈判的时阵，林德北局嘛讲，访问台湾的目标，都是希望台湾未来4年，甲美国买农产品的量会当增加30%，价值差不多100亿美金。毋过，伫美国牛肉、猪肉开放来台湾，即届因嘛有甲台湾肉品业者见面，反倒转来讲，台湾猪肉敢有机会销去美国的市场咧。We have not had any discussions specific to Taiwanese pork. Taiwan is a large purchaser of American beef. We know that the consumers here are very focused on high quality, safe products. So we're optimistic about continued growth in that space. 台湾正做美国第7大贸易谈判，甲第7大农产品出口的市场。咱国进口的农产品甲食品当中，有25%是为美国来的。林德北局强调讲，加做台湾的朋友，美国嘛会透过保障粮食安全、能源的安全，互台湾更较有韧性。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公布上新的统计，在受到美国关税影响减班休困的人，拢总有7000多人，其中在制造业是占上济。劳动部就鼓励企业会当去请离职或者是失业的劳工，安尼企业逐个月会当甲政府申请一个人6000块的奖助金，相当会当补助6个月。美国关税对咱台湾就业市场的影响，也是继续在扩大。10月初1，劳动部公布实施减班休困的上新统计，受到关税影响的农总有310间企业，7755人，比顶一期阁增加68间，1509人，占总通报人数8509人的9成。制造业也是占多数。也毋过，劳动部表示，即届增加的人数比顶一期阁较减，有16间企业因为订单回稳，恢复正常工时。16家里面以机械设备制造业最多，然后其中有4家它是提前终止，它其实通报原本的期间可能到11月，因为订单回稳，所以他们就提前终止。目前受到关税影响的企业甲劳工，除了会当申请雇用安定措施的帮助，9月30，劳动部更有针对受冲击上严重的制造业推出劳工就业统计划，鼓励企业去请制造业离职也是失业的劳工，逐个月会当向政府来申请一人6000块的聘用奖助金。相当会当补助6个月。除了关税影响外销和劳工，有产业工会提醒讲，政府定要注意，未来美国产品若以增加继续卖来台湾，恐惊会影响到以供应来输市场的产业和劳工。美国关税增加，咱的产品去到美国，咱的产品会无竞争力嘛。第二是美国进口的关税啦降低以后，影响到国内的产业，包括农业，包括汽车的产业，拢会受到真大的冲击。专产总建议，针对外销的产业，政府要辅导企业去走找美国以外的市场；另外，针对内需的产业，嘛要做影响评估来定出对应的政策，让国内的产业会当继续稳定发展，嘛，让劳工会当有稳定的就业环境。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为今仔日开始，这全国拢会当开始做公费流感疫苗啊！也新德市今年阁增加线顶的平台，互民众会当先伫网络预约，减少伫咧现场等的时间，希望会当提高大家去做疫苗的意愿。
透早约要8点，卫生所头前要来注疫苗的人排甲长长。10月初一，全国开始注公费流感疫苗，第一阶段的对象包括65岁以上的时代以及高风险族群。民众讲疫苗对预防流感真有帮助。打流感疫苗对身体最有效的。我用摆还阁无满65岁啊，智慧有一年讲。 那个疫苗无够，无做吼，迄年就一直感冒，愈来愈严重。新北市今年佮增加疫苗网络线顶平台，互民众会当减少等待的时间，唔免了时间等，也提高民众注疫苗的意愿。我以前都没有那么快打轮到我打到，今年就比较快。网络上搜寻就可以发现有新竹疫苗预约系统，那点进去之后呢？ 它假如说你是新竹通的用户，它自动就会登录。那如果是一般的用户的话，那你直接可以进到预约疫苗的一个平台，提供你的手机号码，还有那个你预约的时段，这样就可以完成预约。来上网预约我们的这个疫苗施打的时间，不用像过去一样传统要到卫生所这个抽号码牌漫长的等待，甚至有时候可能刚好打到你的时候，这个阶段刚好已经不够了哈。根据卫生局统计，头天全新的市道约500人利用网络线顶平台，先预约要注预防针。天气渐渐转变，秋冬是流感疫情的高峰期。 提醒民众除了注疫苗以外，一洗手、挂嘴罨也是重要的保护措施。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镜头来到台中，有一个外籍男性拄到警察咧巡逻时，准备要甲查身份，却随走去。这附近的民众看到嘛，斗掠人，落尾查到这个人，哪像就是咧甲诈骗集团斗做代志。本分局员警日前于西屯区台湾大道3段一带巡逻时，发现一名阮姓外籍男子神情可疑，上前盘查时竟拔腿狂奔，警方立即展开追缉。 沿途多名热心民众协助围捕，最终在民众的支援下，迅速将该男子拦下。经查，该男子涉嫌替诈欺集团领取金融卡与手机包裹，已依法移送侦办。 经过调查，这个越南籍的查甫人是合法入境的移工，伊是为着要探索费，所以才会替人送货。这一抓会当领1000块。事当时，伊就是准备要去领货，所以看到警察才会走跟他飞。后来警方检查伊的包裹，发现内底是人的卡片甲手机啊，可能有牵涉诈骗。目前嘛已经甲这个嫌犯移送法办。 今年台湾的猪仔因为较袂大，佮加上胃病，所以产量减少，这价格嘛对咧压悬。中华的业者这成本增加，赚袂掉，10月就已经开始起价。因那肉品市场的肉麸佮烟肠嘛，拍算伫咧中秋过了后要调整价格。 空肉饭甲肉丸是中华正出名的食物，但是因为最近猪肉价小悬，成本增加，导业者挡袂牢。10月开始，部分的品项起5块至10块。今年来讲，算10年来吼，猪肉吼诶涨幅起上侪一届，从无超过30%起哩。影响最大的啊，因为你一天差30%的迄个进价，大概从95块涨到现在120、130。 业者表示，今年猪肉为过年前就开始起价，即阵成本加要3成，其他原物料价格嘛拢有起，才会来调整价格。大部分的人客是表示会当谅解。卖猪肉店的毋是讲欠猪肉。系啊，欠猪肉，所以人安尼当谅解，只是讲起价起来，等下俗落来是拢袂阁俗回来安尼。那我就还蛮喜欢吃，我会觉得，因为我们吃的量也不是很多颗，所以1颗5块我是还可以接受这样。 根据中央畜产会的统计资料显示，7月到今，全台湾肉猪的换价平均1公斤拢超过100块。面对猪肉价格一直咧悬，拉袂落来，中华关肉品市场推出的肉麸甲烟肠，也会伫中秋节后调整价格。经济站因为男儿病，个要落晒，所以预成率较无较悬。现在的这个价格算是高点，中秋节过后会做调整。 中华关肉品市场表示，台湾为热人开始，因为猪仔胃口歹、大较慢，加上胃病，致使猪肉起关价。肉猪交易价格拢伫每公斤95至100块的悬点，加上即阵我中秋节需求量大，短时间内猪肉恐惊真歹落价。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继续来关心救灾进度，为着让乡亲会当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这民间和政府合作，24点钟无暝无日拢咧摒扫。因那花莲县府是打算伫咧明仔载10月初日即天要来洗大路，希望会当伫中秋进前清理好势。 半暝土土机继续作业，24点钟无暝无日的摒扫，中央和地方拢希望伫中秋进前会当甲光复乡的6公梅摒扫好势。不过当地居民看办事，认为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这个区伤过大，而且这条街路，大家厝的内底家具，所有的物啊拢总害去啊，啊清出来的物啊，这已经囤差不多1礼拜啊，到即马才才清安尼尔。 物件伤细啊！你家己看，拢甲迄落那散的啊！哦，阮安尼倒一工安尼，哦，无倒啦。今日是马太安溪崩山湖的第9天，天气一热，街路开始出现臭味，民众是臭甲冻袂牢，大家拢挂水压来进行作业。啊，台湾人是非常热情，大家拢派大型的机具来到现场斗3工。 有民间企业出动喷水车、怪手来斗3工，也有水电师傅家己创一个群组，将200多位的水电技工来替受灾居民修理电路。那今天我们就是先来针对那个这边之前的话淹到大概1米的高度以下的那个插轴拢是头刷。 那插座拢袂使用啊！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洗街了，最主要是希望能够力拼在中秋节前，能够将整个街道恢复市容，然后还给民众正常的生活。除了民间的力量，花莲县府也伫日时出动2000多名的人力，293台机具，24点钟来拼进度，希望让灾区的居民赶紧恢复日常的生活。记者陈选、柯敏哲，花莲报道。 来自全台湾各地民众拢投入灾区来协助重建，即阵是已经拼超过10000栋的土煤。不过，为拜六开始，这花莲将有可能会落大水雨，就惊会去影响到救灾。对此，环境部长是表示，已经有设排水的设施来防止阁做大水。马太安溪崩山湖崩化了后，已经超过1礼拜，这几天拢真好天。不过，受到已经形成的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 这个拜六礼拜，花莲的天气可能会变天。降雨的时间大概就是4号左右那一天。那雨量的部分呢，以目前的资料显示，大概就是大雨到豪雨这样的一个等级。到清理鹿谷仔梅之间，为全台湾各地来协助灾区复原。不过部分的车路鹿谷仔梅甲粪扫已经顶到敢若山，若无赶紧处理，烦恼若落雨，造成第2届的污染。目前环境部按算先甲车路清好清气。 嘛，因为落雨，会当甲车路的垃圾土洗掉。我个人反而希望在市区多一点这个雨啦，因为这个淤泥都已经开始硬化了，所以如果下一点雨那个淤泥就会好一点点。那万一我堆好的那个淤泥没及时清走，然后又大雨又冲刷，那不是二次伤？不会干掉之后非常的硬啦。那下一点点雨让它润滑一点点，或许有一点好处。 清出来垃圾土，会先送去规划好势的4大暂时坑地场，拢是先甲大塘石的土地，面积要到30公顷。环境部讲，暂时坑地场有简单的防污甲排水的设施，较唔惊大雨安尼强，甚至是溢流。若目前第一要紧的是爱甲大排水沟甲化粪池的垃圾土清掉。 还有这个水沟、侧沟，所以这个也影响到当地的生活，包含它的这个化粪池、厕所都没办法使用。所以目前我们现在正努力的解决民生的问题为主。 估计为崩山湖拼出来鹿谷仔梅有甲3000多万栋，有袂少拢流去市区。目前程度超过1万栋。前几天市区的交通真乱，地区清理的速度无法度真紧。不过重新协调了后，目前由军方指挥，希望会当开始加速。花莲县府嘛讲，希望协调会当每一天有100台以上大型的车来到清理鹿谷仔梅。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关心天气，伫咧菲律宾东边的海边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有机会发展做风台，也目前看起来是袂直接影响台湾。热带性低气压未来有机会发展成台风，而路径上面的话，大概是在3号的这一段时间会通过到吕宋岛北部。 时候进入南海，距离台湾的话还是会保持一段的距离哦。但是在3号到4号，它的外围的云系会影响到我们，因此对于花东跟恒春半岛天气呢会有些干扰。气象署表示，这外季的云系伫咧拜5到拜6有可能会造成花莲甲台东落雨，这沿海风影嘛会变较强，就要等到礼拜才会较转雨，恢复到稳定的天气。
目睭看袂到的人，透过甲人掠零来趁钱过生活。毋过即阵仔这人客煞是愈来愈少，造成因的收入嘛减真济。云林县府甲因提供协助，除了拍影片斗宣传，嘛补助因的设备翻新，希望鼓励民众来甲因斗支持。看袂老女士掠零30多年，为人客脚底掠零无偌过时间，就了解人客脚背健康状况。毋过受到几年前疫情甲经济冲击影响，真侪人都减少开钱，也造成来客率减少的困境。那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一个人按身体，女师傅都按身体，男师傅按脚底，一个人就是2个人服务。可是现在就没有这种机会啊！在店家的现在视障朋友，在店家几率都比较没有那么高，嘿。他哪讲不好做吗？很不好做，嘿啊。云林县都清楚表示，原来差不多2000多个视障者，这间视障掠零师46人，主要经营个人工作坊，为协助优化营业场所。云林县每3年补助110万块设备更新，这件透过宣传片办理视障掠零体验。就是疫情虽然开放了，但是就是会有，现在目前依我们的统计，大概减了30%嘛。那我们就持续借由一些协助的方案这些宣传什么，希望能够带动然后大家能够多去我们这些视障按摩据点去体验一下，然后也关怀弱势啊。罗清楚表示，全国各乡镇有22个视障掠零据点，年会为20多岁到60多岁农户，拢有经过专业训练，摕到技术师证照。云林县每年也办演习课程，加15场视障掠零体验，希望协助提供帮助视障朋友。记者综合报道。伫中共10月初1国庆即天，有包括来自西藏、香港等几万个民间团体，做伙开记者会发声，表达对抗中国恶逼人权未退让的诉求。中国的国庆日，那西藏人可能不想笑也是应该要笑的啊，那个是中共控制底下，他们也没办法表达他们的意见啊。那中共已经杀了120万的西藏人，然后已经破坏6000多的寺庙。逮捕或者关押这个维吾尔人，所谓关进这个再教育营，至少有100万人的维吾尔人被关押，而里面呢就是强迫劳动。这民间团体批评中国利用威权来压迫、侵害其他民族的自由和人权，呼吁各国政府、甲企业、各民众都要勇敢站出来，全球的社会同齐来对抗，才会当守护自由、民主、公义甲人权。继续来看，这菲律宾伫咧昨暗10点左右发生规模6.9的大地震，有20多栋建筑物倒去，这部分的地区嘛拢失电啊。即阵上无是一共有31个人死亡，100多人受伤，而且这地震尾阁已经超过300届，加在目前是无造成海啸威胁。为监视器画面，因看到伫外口纳凉的民众传出不安的声音，随即镜头开始摇，而且愈来愈激烈。民众惊吓走到路中围做伙，猫狗也四处走，现场是叽叽叫，电力有时有，有时无。这规模6.9的强烈地震发生伫菲律宾中部的宿务省。震央伫沿海都市博哥东北边17公里的所在是属于浅层地震。虽然太平洋海洋警报中心表示无海上威胁，不过震央附近真侪栋建筑物拢传出倒去。度假小镇板茶园的这个教堂，除了电火一直落落涂骹，连厝顶的钟楼也拢倒去，发出真大声音。这事故另外一个天主教堂灾情也真惨重，民众在黑暗当中进入教堂内底查看受损的情形，未少雕像下落涂骹，现场拢是土石外观，也因为摇甲真厉害，拢破糊糊。地震来时阵，似乎一场造势活动的现场来宾是真惊吓，台顶的马道也惊吓倒立舞台。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追踪到，强烈地震了后，地震尾有379摆，当地政府派出救援人员检查各地灾情，发现道路严重断裂受损，未少所在也断电。根据当地媒体报道，震央附近的博哥甲圣拉米吉欧拢传出有人罹难，也有人被带伫土石堆下骹等待救援。公司新闻郑淑芬报道。
美国政府甲国防部改名做战争部了后，就随调集这国内甲国外军官。川普甲国防部长就甲大家勉励，强调要爱彻底恢复美军的战士精神，要求所有军人，无论是查甫也是查某，这体能甲技术拢爱达到同款的标准。伫满场的军事将领面头前，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批评民主党执政期间伫军中推动的多元化平等甲识别认同，也就是所谓的 DEI 等政策，强调美军上大任务就是准备作战，而且一定要打赢。赫格塞斯提出10项指导原则，毋但严谨老虎手、老长头毛，更较强调未来无论军种甲阶级体能战机，拢爱以男性为唯一标准，也就是讲，女性官兵也爱甲男性同僚完全同款。It'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to see fat generals and admirals in the halls of the Pentagon and leading commands around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It's a bad look. It is bad, and it's not who we are. So whether you're an airborne ranger or a chairborne ranger, a brand new private or a 4-star general, you need to meet the height and weight standards and pass your PT test. 美国总统川普除了佮表示同款的原则，佮佮将焦点放伫最近出动军队协助维护大城市的治安，认为防守美国家己的国境也是重要的任务。Ones that are run by the radical left Democrats, what they've done to San Francisco, Chicago, New York, Los Angeles. They're very unsafe places, and we're going to straighten them out one by one. And this is going to be a major part for some of the people in this room. That's a war, too. It's a war from within. 捌伫川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担任国安官员的学者指出，美军将心思专注伫打赢战争是正确方向。The military is not trained and equipped and designed to do in terms of nation building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in countries that don't have a history of these kind of institutions. We're out of the nation building business. And I agree with him on that point because we never should have done that in places like Iraq and Afghanistan. 伫这场空前的军事会谈中，川普甲赫格塞斯也拢一再表示，美军的任务是保卫国家安全，毋是保卫某一寡族群的心灵无受伤。所以，民主党执政期间有关性别甲族裔的政策，拢会正做过去。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在地上大条做伙来看这，因为教师节连假休3天，佮加上中国当咧休这11长假，所以即马金门要往回台湾的机票都已经买无啊。着旅客伫机场已经过2-3暝，也是排无补位。就算昨暗有加开机班，这犹原是无才调小偷人丁。夜观双手愈发愈大声，大家情绪也愈来愈激动。数百旅客滞留金门，原因是教师节连假期间，台湾来回金门航班票歹买，加上中国11长假，小谈通的旅客真多，机场报道率接近100%，未少人无事先订票，候补也排无，有旅客就待伫机场，一等就是2-3日。我们也没洗澡，我们就在那边口，没有这样。这个阿嬷昨天晚上在外面流一个牙，牙2天了。可能或许连民宿都没得住了。啊。因为大陆的长假。对，明天11。所以民宿今天到现在都没有来找我们，应该都满了。到现在还没来拉客。愈客愈等愈火大，联合起来划口号，为所份候补人潮，金门县政府协调民航局甲航空公司，拜日暗时9点40分加开一班由金门飞台北的加班机。不过因为团散比甲紧急医疗需求，今日有40个空位予现场民众。我们先讲一下这班加班机，那个是9点40起飞的，9点40起飞，你买了票就不能退。有旅客笑讲，毋是无候补到，是因为加班机飞台北，台南、高雄无法度选。但是加班机来的竟然只能上40位，现场有200-300人，光台北那台南、台中、高雄，他们也还蛮辛苦的。金门县政府今日继续观察后补情形，尽量协助旅客乡亲，各呼吁中专旅客连假期间爱先订飞。有民众希望伫特定节日，政府应保障全民一定的比例机会，挽救快生或者是读册需求。记者综合报道。
宜兰出现今年县内的头一个天狗热个案，是一个40多岁查甫人，伊平常时是伫宜兰甲台北两个所在往回来上班，卫生局就赶紧针对伊去过所在来消毒。另外，伫咧桃园阁出现若像社区群聚的案例，市府嘛已经启动应变中心，要来加强监测。环保局人员无用伫草岭古道路口的停车场附近，甲火车站消毒，因为根据卫生局调查发现，这寡景点有天狗热确诊患者的脚迹，这是宜兰今年专管头一个。同住的家人是目前没有相关的症状。至于他的住家周遭以及他曾经相关的足迹点，包括宜兰的一些相关景点的部分，我们也结合环保局进行环境的清消。根据卫生局调查，确诊个案是40多岁男性，平常时家己开车来往宜兰台北通勤。9月17发病出现发烧、流鼻水等症状。伊的脚底是每日暗时拢会到罗东运动公园运动。9月12、14分别到草岭古道甲仁山苗圃爬山。对，所以说当然是很担心啦、希望说政府能够说再加强这一块，让这个登革热的疫情不要持续的往上升。当然会担心这样，为什么？为什么？会传染啊，会传染。对疫情出现，民众拢真烦恼，希望政府会当全力防止疫情扩散。除了宜兰桃园市的天狗热疫情也升悬。消毒车伫路上大量喷消毒液，因为桃园市出现亲像社区群聚天狗热案例，多数集中伫桃园区文中里、龙安里。市政府指出，已经启动区级应变中心，对确诊者居住地甲工作地市区域环境进行备忘堂、密度调查甲资讯管程度等防治工作，也加强居民健康监测，防止疫情扩散。央视新闻采访报道。高雄的邮政总局伫咧暗时嘛有提供服务，毋过说定定有民众甲车乌白停伫咧门口，也就是人行道的所在，民众就质疑这警方拢无加强处理。针对这点，警方表示会阁加强宣导，嘛已经甲遮列作是重点客载区域。高雄邮政总局虽然刷几若只乌托邦徛伫人行道顶面，含过路人闪来闪去，嘛有人无用去刷车。原来是警察要来处理车辆违规停伫人行道，后来邮局办代志民众赶紧刷车，叫落的人惊叫歪着，赶紧闪一边。这款的状况伫4下店来看到，嘛有人当场警察开单。因为现在夜间邮局寄信的人比较多，所以大部分大家用签的很少。那我们保全会尽量劝阻。刚好要放，结果警察跑过来了，嘿，结果他看到他就快点那个牵着跑走了。机车的车位太少了，所以停车很不方便。民众讲边仔的公有市场都有停车位，所有人并单起啊，才会乌白停。嘛，这个警方无积极处理，违规的状况才会无完全改善。自114年9月1日起至9月30日止，于该路段周遭取缔相关交通违规，共计192件。是高雄最大的夜间邮局哈，也是唯一的一个。那拥有民众很多啦。那事实上，我们为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在骑楼规划了停车位。警方讲，今日伫9月，高雄邮局4区为交通违规处地，就将近200件。民众甲车停伫人行道，还是徛伫人行道，拢违反道交条例，会罚600到1000倍。已经甲这种类型的违规，甲这个所在列作重点稽查处理的项目。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因为风台扰乱，这台南的蚵仔产量减少，佮加上旧年蚵仔病受损严重，当咧停建，这成本贴起来了后，这蚵仔农就烦恼继续拼袂过进口的，对本土业者来讲是真大压力。蚵农咧浸蚵仔骹手真美，对盆仔浮起来蚵仔看起来真大粒，这是常在当看到食材，尤其中秋节烘卖时，侪人兴这味，需求量自然就会增加。不过对蚵农来讲，最近的供应甲需求真歹达到平衡。算阮啊本钱愈来愈粗啊，啥物就起啊。你像这竹啊起，安尼线起，工钱啊起，啥物就起啊。伫台南安平沿海这搭，即阵侪人无用咧整理竹篙，被叮打蚵病。去年10月风台甲这蚵病先歹去，地区真侪人爱叮打，建立成本相对就会增加。若饲蚵仔成本一直咧起，因嘛无奈讲，因爱面对进口蚵仔历来本土的压力。受台风影响啊。然后又有那个瓦兰健康蚵仔打击啊，所以科农真的很难生存。我希望真的政府可以重视这个问题，自己要去自救了，因为我们自己台湾的蚵仔看我们怎么去推广啊。那
进口的话，相对我们台湾要把我们的产品推销到外国，外国的产品当然也要推销到我们本国一样啊。根据了解，目前越南进口蚵仔的价格，挂价上加一斤115块，线卖100到2啊2，参台湾小比拼。蚵龙讲成本要160块才会好，地数要卖予消费者差不多要1斤2啊5起跳。市府嘛回应，后续会请蚵龙减少养殖数量，提升蚵仔品质，利润就会对咧增加。嘛检索台南自有品牌，减少价差。已经从每一年的8、9减棚减到今年度放养剩7500多棚，那也让品质上升以后，让他们利润上升。自行破壳之后，再用台南科的这个在地的一个品牌，那么销售出去，那去减少说中间的一个价差。面对进口价小价威胁，蚵龙爱被扣保，因望政府通加重视这个产业，让台湾的蚵龙有通永续发展的机会。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桃园捷运绿线的工程继续咧进行，为着获得完工的进度会当较紧呢，今年是继续出动4台机器同时咧挖地图，这嘛是全国捷运工程史上唯一的记录。位列所在就是桃园捷运绿线工程自控路阳明公园站，就伫重要干道介绍路顶悬，上下班时间车是塞甲真厉害，地方民众原来期待捷运带来方便。我呢也希望交通黑暗期赶紧过去。坐捷运还可以啊。好，怎么说？这个各方面交通都很方便。改善但是会有啊。对啊。只是这段时间那个施工的时间太久了，交通不方便啊。所以会希望赶快工期结束，就对了。对啊，一定的啊。台湾地下工程内底第5代尖盾机出发，为指控路阳明公园站调向指控5小大南站上行线内骨，为赶紧绿线磅空完工进度，减低交通黑暗期。今年指控路站总共有4台尖盾机，工作时间伫1下咧骨，这伫全国捷运工程史上，应讲是唯一的记录。G06阳明运动公园站呢，同一个站体里面有4部前盾机呢同时发进的。那如此密集发进的原因呢，主要希望可以尽早呢完成隧道的钻掘。桃园绿线指示控制表工程为指控制桃园站向南边到北地区介绍路2段，用地下化设计。磅空全长差不多10.52公里，包含上下行线，总共10条磅空。目前已经贯通2条，年底进行绿线北投地区7台尖盾机会全部搁入去。按算2017年会将10条磅空全部贯通，为2030年捷运绿线主线全面通车来做基础。记者综合报道。南投无分化路，这本数拢爱请外管市来倒烧，毋过所定定因为无做好分类，互人退转来。为着改善这款状况，南投为今仔日开始，就要求民众就爱用透明的粪扫袋啊，互清洁队员会当看到内底是袋啥物。民众用黑色的塑胶袋粪扫，要等入去粪扫车进前，马上互清洁队员动力开袋啊检查。南投县因为民众粪扫分类无确实，今年粪扫送去外管市烧的时，捌互人摕回来试改，清洁队员只好重新分类。所以县府对10月开始伫南投市试办，规定袋粪扫爱用透明的粪扫袋啊，互清洁队员会当看到内底袋啥物。黑色的袋子我买了，怎么办？你叫我不要用吗？安尼袂歹啊，处理的迄个透明的垃圾袋嘛真多。我觉得南投也可以增设一个像台北那种智慧回收机，然后就可以提高民众去回收的意愿。南投县府表示，新制度目前先推广，无用透明的粪扫袋啊，虽然未开罚单，不过若发现无做好分类，而且口肯唔听，就会照废弃物清理法相当罚6000。会针对黑色的垃圾袋或不透明的垃圾袋，会随机加强货袋检查，没有确实的时候，会请民众在现场再重新做分类。另外，南投市10月开始嘛，公布试办分级分类资源回收，未来拜1、拜5，干那收玻璃甲纸纸，其他的资源回收爱拜2、拜3、拜4才有收。试办半年，明年4月开始，无照规定就无要收。也若针对民众的建议，南投会当加设一寡智慧回收机，县府讲会去找厂商研究看卖。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
台中市府选出来离校代表，指控社会局伫今年取消因去参加会议个提案的权利，而且这过程都无成功。社会局就表示讲，因是照联合国的建议，改用多元的方式来推送，或者代表会当透过其他机制来发声。儿少发生，名存实亡。儿少发生，名存实亡。学生提手牌抗议，伊是台中市政府遴选出来离校代表，所以来到台中市议会召开记者会，批评讲还阁在任的第4届离校代表，率予社会局裁决取消议员会议的联席权甲提案权。我们非常希望我们能够为更多台中市的儿少发声，但是市政府他们却剥夺了我们的权利。6都拢有离校代表的机制，台中市目前拢总有21个离校代表。北市离管会推动检举者保护机制，线顶咨询辅导系统，关心丰原高中霸凌案调查的进度。因批评今年已经社会局伫个官网单方面公告裁撤离校代表的承认，加入离校社区培力代表，侵害离校权益拢无沟通。这样做裁撤之后，最可惜的地方是我们在儿少多元性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不足够，甚至是我们过往比较大团体是大家共同讨论脑力激荡的一些产出的提案结果，其实可能也会不复存在。台中市社会局讲，离管会离校委员伫去年12月6期满，参考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意见。建议台湾的离校委员会当由多元管道推荐，所以按即届开始，无阁由离校代表担任离管会当然的委员，增加新疆原民较少下顶离校委员机制。由相关主管机关、社福团体推荐身障、原住民及国中年龄较幼的儿童2到4名，保障参与条件相对不利的儿少族群，让更多特殊处境的儿少的声音被听见。这21位儿少代表其实也是社会局遴选的，他们自己遴选的儿少代表，然后自己片面取消，这是我想，是我们儿少代表最没有办法接受的。人本基金会批评讲，机制变动拢无进行公开讨论，嘛无出席离校代表的同意，拄好违反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台中市第4届离校代表向台中市政府提交陈情书，而且伫网络发动联署，希望市政府恢复离校应有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城市礼拜9啊，互人号做是国庆节的蓝鹭鹰，准备要飞过台湾，大家拢真期待。因为这礼拜赤白鹰会先飞来台东，已经有真侪人拢等要欣赏啊。台东卑南乡石脚山，早起若去伫山顶，会当看到规阵的目叶对起流安尼飞。即马看到这规阵的是赤白鹰，数量有1000多只，规阵在空中拍酷势，看着真壮观。哇！15万只的翅膀。台东县社教学会解说员最近开始带民众去山顶看鸟仔，发现原地内南边过冬的赤白鹰，自本是9月初就会到台湾，可能受到风台的影响，到9月底10月初才飞来到台东。嘛拄好这几天真好天，是观察因规阵飞行上好的时间。数量最大群大概会有200-300只，它们在空中随着这个气流盘旋，就像一颗球，我们叫鹰球，它非常的壮观。然后它们整队集结往南方飞行的时候叫鹰河。台东县社教学会表示，赤白鹰比蓝鹭鹰较大声到位，一般拢伫咧双10只脚斗会飞过台湾。目前已经观察到蓝鹭鹰准备要规阵通过台东的空隙。这礼拜6礼拜已经招想要看鸟仔的人，准备去台东的石脚山、甲药山的山区，欣赏一年一届独鸟飞来台湾壮观的画面。记者综合报道。克罗埃西亚的古城是世界文化遗产，当地有导游就推出听歌啊几啊个的行程来介绍各种稀奇的故事，带游客入捌古城，嘛感受当地的历史文化。天要暗嘛，涂骹踩一趴油灯，天色昏昏暗暗，游客大家点点坐遐，听导游讲这栋建筑物奇怪的故事。In the 18th century, the peasants would gather, during the night they would visit graveyards and open graves of suspected corpses, and they would impale them with blackthorn or whitethorn stakes. 这是巴尔干半岛国家克罗埃西亚这几年流行鬼怪旅程。伫咧因南部的港口城市杜布罗夫尼克，当地出席的导游米罗瓦托维奇，正了解这座城市伫中古世纪，不是拉古萨共和国的各种奇奇怪怪故事，也有历史。
也穿规水的乌衫，赶一拍油灯。天尾暗嘛就开始带游客用无同的角度介绍这座历史真久的中世纪古城。当地也有真侪包括14世纪乌死边已经侵袭，民众无愿意隔离遭受酷刑，或者是真有名的女巫被审判的传说。这个悲剧的乱情、犯罪、酷刑，也有鬼魂出现的民间传说，游客拢真有兴趣。And so I was looking for something a little bit unusual, a little bit different. And when I saw this one, I thought this is what I need to do here in Dubrovnik. So it was perfect. It was incredible. She had an interesting array of very unique stories, many that I don't even think certain locals would be aware of. 自当地导游推上这种旅游行程了，逐年的杜布罗夫尼克热天，拢会有真侪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想要来体验无同款的旅游。米洛瓦托维奇希望会让借着这款旅程，让外国游客对无同的角度，更加了解这座城市以前的历史甲传统。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天气报你知各县市的温度，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继续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